这个地动的搜救行动要长期的进行。目前，有2个摕澳洲护照的新加坡人失去联络，当咧用手机定位找人。原本失去联络的加拿大观光客嘛已经联络到啊。另外，国际上大家拢真关心这届的地动，已经有88个国家对台湾表达慰问甲支持。日本宣布捐100万的美金来协助台湾灾后重建。不过，中国煞伫咧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台湾感谢各界关心。咱国外交部是批评中国竟然利用台湾地动伫咧国际上进行认知作战。一个铁路车赶紧把身躯的土粉搬搬，牌仔甲行李箱也拢交涂刷。因为这8个外国游客4月初3经历地动了后，伫中环过一暝，手机网络拢断线，好甲在初时早起拄着要落山的火車顺续坐車，顺利到特殊中心。No Wi-Fi, no internet, no water, no electricity. We made we took the water from the mountain. Everybody here has been amazing. The hotel were incredible. The staff looked after us so much. Everyone was translating. It was a scary experience, but everyone made it incredible for us. 有民众伫面册打文表示，有一个75岁日本人清水先生，家己骑脚踏车环岛，暗过伫地动了后失去消息，朋友真着急，看海求助，好甲在地真侪网友斗转发，找到伊安全住伫华人民宿，过来也把握黄金时间来救援。总统府指出，目前有88个的政要陆续对华联赈灾表达慰问甲支持，暗过中国的举动真侪人的议论。中国大陆方面对此次地震造成的伤害高度关切，我们感谢国际社会表达的同情与关心。外交部对此表达不满，并严正谴责中国利用台湾赈灾在国际上进行认知作战的无耻行径，正凸显中国对台湾只有政治算计、毫无善意的威权本质。外交部正式回应，批评中国趁台湾重大灾害进行认知作战。根据国防部的公布，初时规工查到8只强舰持续伫台海周边活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